继续来关心这澎湖渔船大进版88号，顶个月初二呢，和中国海警亚登去泉州到达是超过40天。今仔早起透过前立委林炳坤，也个澎湖两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等人伫咧遐斗协调，有4名船员互放倒转来。也那这姓洪的船长呢，是搁爱等待调查清楚了后，才有机会放倒转来。经过小三通到金门，居中协调的澎湖两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、加前立委林炳坤、澎湖县议会议长陈玉珍等人，陪大进版88号船长查某囝经过中国厦门泉州围头港探视被扣押超过40天的姓洪的船长。不要用刑法、用相关的法律去处罚，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处分哦？这样子可能就比较简单化，让他可以早日可以再回来。在协调中国希望，和姓洪船长用早日转去13早起得到释放的4个船员，陈湘泉等人也去船员招待所来探视。4等船员甲3印尼籍渔工透过小船转接到海峡中线，由大进版96号接回澎湖。只有一个是我们在籍的澎湖人，他当然高兴，他说，总算可以回来了。都无容易平安会当平安倒转来安尼就好啊，代志都圆满啊。澎湖籍渔船大进版88号顶个月初二伫金门北顶岛附近海峡作业，后中国海警用涉嫌非法掠鱼扣押渔船，船长甲船员等5人。最近金门快艇和西河钓客连续结束了后，大进版88号后续处理也成做关注焦点。陆委会表示，陆基4等的船员甲3个渔工平安返来，希望船长甲渔船现早日被放倒的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